大家好啊，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啦，又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嘅節目。上一期咧都同我哋預測大致相若啦，但係有一點唔同咗就係成交量咧顯著多咗，去到2000幾億咁嘅情況咧，有可能令到個市喺醞釀緊向上升嘅，大家要留心啲啦。好，睇下今期嘅變化。今期咧已經係117期啦，就係由1月12號至到1月16號啦。咁喺人生嘅本意裏邊咧，我哋只有讓利呢樣嘢咧，先令到你嘅利益更高。投資有成有敗啊，買賣咧，我哋有足夠嘅利益之後咧，其實就要出貨噶啦。千祈唔好諗住摸到最高個位啊，賺到最多，因為你做到最多，可能就走唔切啦。所以讓一啲利潤俾人哋咧，你先可以做到賺到錢嘅事情咧，唔可以做到滿，一滿咧就會損失噶啦。呢個要謹記啊。好，我哋易經金融嘅主體整體咧就係由陰陽五行嘅顯化啦，配合咗八卦64卦嘅演練之後咧，形成一套咧一道方法咧去睇一啲事物啦，一啲理論啦，咁配合喺邊啲啊？哲學啊、投資啊、理論啦，以至一啲買賣上咧都可以運用得着㗎。咁學完之後咧，佢因為有唔同嘅知識類型咧，就有自己嘅思路啊，配合埋一齊咧，點樣去增加自己嘅財富嘅利益啦。咁做好咗呢啲之後咧，最緊要做多啲事情，增加自己嘅福運嚇。好，今期嘅47期呢個咧，我哋都係繼續講大廈方面嘅殺利。其實大廈方面仲有一種咧就好奇怪，就係有啲咧新嘅大廈先會有嘅，就係啲叫玻璃幕牆啊。咁玻璃幕牆咧，其實就會形成一晒就係啲我哋叫光煞。咁啲光煞好容易咧就反射咗入間屋裏邊嘅，但係呢種情形咧就會破損間屋嘅財運啦。咁另外有時仲會加強啲，就係嗰啲光煞裏邊仲有啲斜角喺度嘅，就對正間屋嘅時候就加埋啲火刑嘅煞利，更加嚴重，就會直接影響咗可能嗰啲健康啊、財運啊、意外。咁好多時我哋會擺啲銅錢啦、一對嘅，咁另外銅麒麟啦、貼啲反光紙啦，另外都唔得的話咧，有時我哋會遮啲窗簾喺度，減低個煞利入屋，令到個財運唔好咁容易破損啦。如果有其他問題，可以問下啲風水師點樣去做法啦。好，繼續落去啦。咁啊，上期我哋講嘅尊重啊他人嘅時候咧，點樣去令到自己嘅財運提升同埋持久性啦？今期我哋講嘅咧就係要做事最緊要快啦。但係我哋其實咧點樣做先合理咧？就話當我哋考慮咗幾多嘅風險啦，咁同埋我哋負責咗之後有幾多嘅資金嘅備用啊，或者做好啲風管之後就要行動噶啦。因為有時你當上得太多嘅時候，機會可能就係嗰一瞬間嘅啫，一放棄咗可能又揾唔到第二次機會噶啦。好，其次啦，我哋其實係招好運裏邊，其實守財都係一種咁重要嘅。你控制到個風管之後，當你每一次做一啲買賣或者做其他嘢，有適量嘅準備工作啦、安全嘅係數啦，咁我哋未必令到你發大財啊，但係生活安定啊，或者過好每一天咧，呢啲就可以做得到啦。因為投資成日都講嘅就係人無遠慮，就必有近憂。當你有啲好啲嘅思維模式，或者有啲準備工作之後做嘅時候咧，點都會令到你近前嘅嘢咧少咗啲問題出現。咁問題細咗咧，你就有能力去改變佢哋啦。OK， 好，呢個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個佈局啦。當時咧就係26,333點嘅。咁配合呢個咧就係澤火革卦配天火同人卦。咁革卦就代表反反覆覆上上落落咧唔穩定啊。同人咧有種向好啦，或者係同心協力咧有種向好嘅推算。咁配合埋前面嘅5支卦咧，我哋當時推算咧就有一個反反覆覆向上嘅升勢喺度嘅，但係最終咧就跌咗幾十點啦，100點左右度嘅狀況。咁就但係嗰個指數方面咧，現金流咧就大咗嘅，大家要留心多啲啦。好，睇下圖啦。咁呢個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嘅變化啦。喺星期二咧就出現咗佢個最高位啦，就去到26,849點，跟住就反覆回落啊。但係中間你會見到其實日日都有個裂口喺度。星期一、星期二啦、星期三、星期四啦、星期五咧都有裂口出現。咁呢種情形咧就主要就係可能會出現咗大家每一次可能容許個裂口多咗嘅時候咧，風險度可以提高咗。所以投資嘅時候最緊要知道風險度咧會越嚟越高，越多裂口出現嘅時候，即係代表個市場越唔穩定啊，同埋咧成交量咧顯著地提升多過咧2000億以上噶啦，咁亦可以製造到咩咧？就係話機會向上升，同時間亦有向下跌嘅趨勢，都係大咗一個成交量高咗。好，繼續睇埋美國市啦。
美國市咧就一路創新高啦，由個高點咧又變咗咧49571點啦，有一個高位出現咗啦。咁咧都喺呢個星期裏面出現兩個嘅狀況，都係好高嘅位置咧。咁整體嚟講呢個成交量都係多咗，但係越係咁樣情形之後咧，因為美國嘅政策啦、戰略咧都有所改變啦。咁我面臨個危機嘅時候，先最緊要做好準備工作，最緊要識得定啲止蝕位，因為輸錢係唔緊要嘅，但係知道輸幾多錢就最重要啦。我哋繼續睇落去啊！有興趣的話咧，我哋今年咧仲有最後一堂咧，就喺1月14號，就係講緊流年2026年嘅風水啊生肖嘅講座嘅，咁就喺7點半至9點半啦，咁喺深水埗嘅長沙灣嗰邊舉行啦。有興趣打電話嚟報名啦。好，到今期啦，就係咧我哋嘅開始咧，就係咧26,231點。星期一嚟講咧，就係一支風澤中孚，又一支水澤節卦。呢個咧中孚係代表平平穩穩中間位置嗰啲浮浮沉沉，節卦代表一層一層一層嘅意思，都係代表普普通通嘅，可能有時有啲制約啊性啊，都係到風險度高啲，所以可能最多可能係平或者跌嘅佈局啦。到星期二啦，就係個地雷復卦配地火明夷。復卦嘅定義咧就係上上落落啦，漂浮不定。明夷卦咧就有一種突然間爆升上嚟啦，究竟爆升嘅升嗰一下究竟係上上落落，究竟係變成乜嘢咧？可能都係一種反覆上落個格局，平或者升少少啦。咁做到星期三啦，就係又係地火明夷配地天泰卦。呢種又係有突然間向上升嘅變化啦，有種沉實咗啦，但係可能轉為安嘅現象，所以升嘅佈局都比較明顯啲啦。咁到星期四噶啦，就係一支近為山卦配咗風山漸卦。山卦嘅定義咧撞到佢咧就會停低唔喐啊，但係漸卦就又慢慢有漸漸有啲轉機，有啲起色出現，所以最主要可能出現就平或者升嘅佈局為主啦。到星期五啦，就係支地山謙卦配雷山小過。謙卦咧有種地卦嘅定義咧都係向下嘅，反反覆覆，小過咧都有種和時嘅現象，所以配合埋咧都係跌嘅機會咧比較大啲啦。到睇全個星期嘅佈局啦，全個星期咧就係一支咧風雷益卦，又係呢支風澤中孚嘅卦啦。益卦咧有種互助互利之下咧向上升嘅，而中孚咧有種中間位置啦，平平穩穩喺嗰啲位置上上落落啊，唔係太大波幅咁，可能100幾十點嗰種啦。咁反覆計埋前面嗰幾卦咧，就係可能平或者小升嘅佈局啦，呢啲為主啦。咁投資最緊要有風險，自己小心啲。有興趣咧，可以上下呢堂啦，或者報讀一啲邊啲嘢幫到手嘅，可以打俾我哋。最終咧，風險要自己控制，捉